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提起着约瑟受陷害，被关入监牢中间，所以伊就穿上伊的人生中间的第三领衫吼，正重要的三领衫，就是犯人的衫。检察面临这款的困境，伊依然是真勇敢去面对。伊无因为伊的困境来丧志，反倒伫积极扮演家己的角色。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咱人生中间，检察会拄到甲约瑟相款的情形。咱面对困境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圣经中间咱看见着约瑟伫困境中间能得到突破，反倒等最后被提升。伊到底有什么款的秘诀？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代志。所以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现主时恳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也会当透过约瑟伊生命中间的特质，来更新改换阮的心智。求主帮助阮，修使阮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讲过约瑟的主人波提法，伊听见伊的某在安尼来控告这个约瑟所以伊就真生气，就将约瑟抓起来，来关入去王室的监狱内底。所以约瑟就伫遐坐监。虽然是伫遐坐监，但是圣经中间讲，上帝甲约瑟三甲地地赐福予伊，所以监狱长咧管理这监狱的，非常介意，就派伊去管理其他的犯人，负责处理监狱内底的代志。约瑟伊所经管的所有的代志，因为上帝甲伊同在，所以一切拢真顺利。伫这段经文中间，互咱去体验到。约瑟伊生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检察伫上界困难的时阵，伊悠然坦然去面对，将这困境当作生命中间的磨练。咱知影，这个药强挖出来，这原石原本的这个石强挖出来的时阵，外表是甲一般的石头是无啥物无共款，需要经过迄个磨来磨了，才能发出迄个真水的光彩。所以，咱的人生中间，迄个困境患难，会当来磨练咱的人生。如果咱若愿意接受这款的磨练，就会亲像约瑟同款，对一块看起来普通的石头，变成做真水的玉所以，咱做伙来学习安怎伫这个试炼中间去得到力量。伫约瑟的生命中间有5种秘诀，所以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5个秘诀，咱一步一步来学习。伫患难中间，约瑟的第一个秘诀就是伊将上帝常常放伫伊的心中。咱顶礼拜有提起到，约瑟生命中间有一个特质，就是上帝常常甲伊同在。咱嘛提起着讲，你若要爱上帝甲你同在，你着爱常常去思考上帝的话，常常去亲近上帝。意思就是讲，咱如果常常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上帝就甲咱同在。虽然所读的第2段经文，腓立比书的第2章13节，甲咱讲，因为上帝常常伫恁心内工作，互恁既然愿意，阁会当实行伊美善的旨意。咱常常将上帝放伫咱心中，互上帝伫咱心中动工，用上帝的想法来看咱的问题，看咱的困境。这为着咱的生命带来3种真重要的改变。第一项就是咱就袂惊，因为上帝甲咱常常伫咱的心中嘛，咱就袂惊。咱若知影拄着困难挑战的时阵如果若惊咱台语有一句讲，若惊就安那输一半，若惊就输一半嘛因为你若惊，你就无迄个斗志去奋斗落去嘛。
我记得我伫读大学1年的时阵吼，有一天体育课的时阵，阮老师看到我吼，就讲啊，你过来，你过来吼，你来加入即个学校的即个拔河队啦吼。因为拔河爱看迄个身体较粗勇的嘛吼。我就讲好啊，就叫人选着吼，嘛无啥物训练啦吼，就我讲你当时来吼，咱要出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结果吼，阮去到另外一间学校的时阵吼，发现讲哇，因的迄个拔河队拢是真正经过挑选的吼。因咧吼，我是阮迄队算做上界大只的吼。结果吼，因徛伫头前两个吼，那亲像馆长相共的。吼，差不多加我2倍啦。迄阵吼奇怪，即摆咧拔河拢有分级的对无？迄个时阵我应该去比赛无分级的吼。我算算，阮即组吼20个吼，可能输人400公斤啦。吼，因为迄个头前迄个加我20公斤啊。所以吼，看着安尼吼，就输一半吼。所以人讲1、2、3，1、2、3，我讲1、2放，1、2放吼。3秒就输啊，所以吼，行就输一半。所以咱面对患难困苦的时阵吼，咱心中若惊吓，就无斗志啊吼。但是如果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咱就理解。圣经嘛安尼来讲，你伫患难的日吼，那胆怯，就是若无胆吼，你的力量就微细。但是咱将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咱知影吼。咱有一个真大的靠山，这靠山是听咱，佮有大气力的上帝，所以咱的心中就袂惊吓。所以这第一点，将上帝放伫你的心中，你就袂惊。第二项，毋是干那袂惊俩，上帝会帮助咱去找到方向。咱伫困境中间上惊就是找无方向嘛，毋知后一步要怎行。但是圣经同咱讲，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爱认定伊，认定上帝。伊的确指示你的道路，互上帝伫咱的心中动工，自然而然，咱就受伊带领，咱行出迄个困境。毋干那袂惊，佫会当找到方向。第三项是安怎？咱佫会当得到能力。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讲，互恁既然愿意，愿意的心内有迄个意愿，而且呐，佫会当实行，就是讲你佫有力量会当实行伊美好。个善良的旨意，意思讲，互上帝放伫咱的心中动工，咱会当得到能力，会当行出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这是约瑟的第一个秘诀。上帝甲伊同在，因为心中有上帝嘛，所以伊拄着困难，伊袂惊吓，佮有方向，佮会当得到能力。这是伊第一个秘诀。伊第二个秘诀，咱看见着伫生命中间这个特质。就是伊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伊拢无埋怨，拢无借口。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接续14节讲，恁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毋通埋怨，也是争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毋通用埋怨的话来救助家己，也毋通用埋怨的话做家己袂当得胜的借口。咱若详细去观察，你周围遐生活了真无快乐、无满足的人，你若去分析伊讲的话，甲伊生命的态度，你会发现因大多数的人啦，对现实非常不满，生命中间充满了真济埋怨，因总是认为讲环境咧甲因作对，咧打击因运气无好，互因一生充满了烦恼。甲衰运，其实咱来理解嚟讲，因的生命会变做安尼，往往是伊亲手造成的。因为咱拄着困难的时，咱就找借口，咱失败的时，就找理由，讲这拢毋是我的问题。但是伫约瑟的故事中间，咱看见着一个得到福气的人，毋是在伫伊所遭遇的环境是顺利，也是困难，是在伫伊面对环境的态度，是在伫伊面对环境的态度，这咱呢特别注意吼。约瑟将来袂因为家己遭遇啥物货来埋怨，就是丧志，反倒当是伫任何环境中间做啥物货
的亲像什么货，做什么就像什么。咱看见伊叫伊兄弟欺负，去用卖到菩提法的厝内底，做一个奴才，做奴才是真无好，但是伊就努力尽职，做好主人交代伊的工作，所以主人真喜伊，交代伊管理厝内底所有的代志。后来伊叫用侮辱，叫用乖伫家家，乖伫家家本来是一个真无快乐的代志，会当埋怨，但总是伊嘛无丧志，伊诚做顾家家的人上介好的助手，得到这个人的欢喜，所以伊交代伊管理所有的烦恼，所以伊就做啥物会成啥物会，伊对伊的人生的境遇，伊袂埋怨。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可能会遭遇到亲像约瑟同款的经验。有时咱做正确、做对的代志，有时甚至咱会受人误解、甲陷害。拄到即款的代志，其实对咱人生来讲是真难忍、真困难忍受的。可能你会出怨言来埋怨，但是咱看见到一个成功的人，对人生任何境遇，伊拢是袂埋怨。一个成功的人总是会当勇敢去面对环境的挑战，袂怨天怨地。因为拄到困境的人，伊无悲观的管理啊。拄到困境，你若悲观，就真容易被外在的环境所拍倒。伫几当前有一位牧师来到台湾做布道会这叫做莱恩斯密特牧师可能有真侪人有参加伊的布道会伊出世的时阵就是无手就是伊无即个两只手拢无头前的即个节的手骨一只骹伊的正骹比倒骹减30公分，所以伊一定要穿义肢才会当行起来伊出世的时阵伊的阿嬷看到伊足着惊足伤心，走出来讲这囡仔无手啦但是伊确实伫一个充满疼的环境内底，受伊的父母来养育大汉所以伊讲伊细汉时阵，其实伊袂感觉伊是一个无正常的人因为别人可能看伊无正常，其实伊讲无一个人正常的啦伊讲伊看伊阿姐好骹好手，但是伊阿姐唱歌会噪音嘛这样若无正常嘛所以伊讲其实无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伊讲伊是家己本身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因为伊的特别，所以上帝大使用伊遮尔侪人，遮尔侪年来，透过伊的演说甲见证，伊去拍动人的心，去鼓励真侪伫患难困境的人，袂悲观，无埋怨，去面对你家己的人生。伊常常讲一句话伊讲咱人生的关键毋是在伫你敢会当做，是在伫你敢有想要做，你敢有要做。如果你若愿意去试看卖，咱人生就有望。毋通为你找100项借口，讲你办袂到，反倒当是去找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恩赐来发挥出来。所以伊运用伊上帝予伊的恩赐，伊才做一个运动选手伫残障奥运的中间伊会晓拍乒乓所以为伊的国家得到真侪奖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悲观的人拄到困境的人无悲观的管理，因为如果你若悲观的时阵，你就被外在环境所打败。这是约瑟生命中间咱看见的第2项特质。第3项特质就是伫约瑟的生命中间咱看见到伊伫患难困苦中间去增加对上帝的信心，甲培养家己的耐心。伫试炼的过程中间有一项咱会当成长的部分，就是试炼好亲像将咱的信心摕出来考验经过试炼，咱的信心更加单纯，更加美好。当然有的人会讲牧师安尼确实毋对呢，因为咱通常拄着困难，咱就无信心嘛怎样讲试炼会互咱增加信心？其实咱来理解一点咱无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认为咱真有信心，其实是咱无信心啦。信心是需要经历困难才会当验证的，
才能检验出来。伫困难中间，咱较发觉讲啊，原来我对上帝的信心遐尼细，需要上帝加倍赏赐信心互咱。咱看到约瑟的生命吼，有一项真重要的特质咯。圣经中间讲约瑟伫遐咧坐家，坐家当然毋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上帝甲约瑟三甲伫地，上帝甲约瑟同在啊。咱来理解人甲上帝中间。是用啥物去结连呢？用信心嘛。意思来讲，约瑟无因为拄着患难困苦来离开上帝，反倒等伊一直甲上帝同在，用伊的信心来仰望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患难困苦中间，会当帮助咱磨练咱的信心。所以，上帝甲约瑟同在，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活出一个真重要的见证。咱看见着，咱故事的作者安尼讲，伊讲：恁的信心经历过考验，就产生忍耐。实际上，伫磨练的过程中间，上界需要的是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通往稳定的锁匙。伫磨练中间，都是增加咱对上帝信心的一个机会。借着磨练，将信心中间的一切的杂质来除掉，互咱的信心更加纯正。而且这句话，咱讲，磨练会当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忍耐。经文中间安尼讲，讲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而且讲的忍耐吼，毋是讲忍受痛苦迄个忍耐，是积极培养能力，发展家己无发现的潜能，积极伫咱家己的生命中间去找到上帝稳重伫咱内面的稳定。阿妹啊，操练这款的忍耐。就是你伫所有的代志顶面，爱理解一点，上帝一定掌管。咱看见着约瑟的生命，就是存在这款坚持的忍耐啦。所以你若照牧师互恁的进度看，你就继续看，你就知影。后来伊伫这家牢中间帮咱一个酒政去解梦，伊心肝嘛安尼想讲，不一定这酒政被偷放了，会。将伊救出这个家牢，结果这个酒政啊啦，煞袂记这伊嘛。这个时阵要安怎？伊到埋怨无嘛？伊忍耐到迄个时机成熟，机会到啊。咱来想看卖吼，那这酒政若一出狱，就知影哦，我要来约瑟救出来吼。伊了才有机会通好替法老解梦，无嘛？但是因为伊将伊袂记住，后来法老。做梦需要有一个人帮伊解梦的时阵，伊突然间想到讲啊，过去伫家牢内底有一个约瑟帮我解梦，所以迄个时阵时机成熟，伊拄有一个机会，因为安尼伊被提升叫做宰相。所以人生中间有真济即个代志，咱无法度理解，但是伫即个困难的中间去培养咱忍耐的心，只要时机成熟，咱就有可能。突破迄个困难，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这是约瑟的故事，甲咱讲的一项真重要的代志。第四项，约瑟生命中间有一项，咱会当学习的，就是伊伫这个困难中间因为伊的坚持，因为伊的见证，坚持生命的道，伊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带予咱真大的祝福甲提醒。当咱患难中间咱对伫主耶稣基督内底重新得到开力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拢有一个使命，就是伫患难中间，通过坚守生命的道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患难中间，咱当得到上界大的喜乐的原因，因为咱透过患难来为主做见证。其实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机会会当替主做见证。伫顺境成功的时阵，当然会当做真好的见证咱听真侪见证拢是人安怎成功，但是咱来理解，伫患难困苦的中间的见证更加是可贵的，因为伫逆境中间上界好的见证就是安那，就是坚守生命的道理，坚守生命之道就是一个活我的见证。圣经安尼形容，伊讲。
通好，互恁伫即个腐败顽强的世代中间，纯洁无瑕疵，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恁啊伫世间人中间发光，亲像星照耀天顶，坚守生命的道。意思讲，咱其实是生活伫一个真黑暗的世代，但是伫即个黑暗的中间，如果咱会当坚守生命的道，就亲像迄粒星伫黑暗中间发出光明。好啊，本的圣经写了更较清楚，讲，互恁无通指责、诚实无假，伫即个顽强、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恁显伫即世代中间，好亲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咱来理解，当咱愿意用咱伫患难中间，迄种对上帝的信心，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对即世间人表明讲，这世间的患难困苦拍袂赢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克赢这世间的患难。最后一项，咱对约瑟会当来学习的，就是伊会当仰望迄个永远的目标。伫患难中间会当互咱保持用一种喜乐的态度，是咱的眼光甲别人无共款。咱将咱的眼光会当看真远，去看到咱目前受患难的价值。举一个例来讲，咱知影农夫咧做事的时阵是非常辛苦的，需要流汗，需要来压水，需要养肥。但是做事的人伊明白，伊安尼做，今仔日真辛苦、真艰难，真困苦去做，将来会当有真大的收成。所以伊心中有一个图样，有一个愿望。我只要很仔细、真认真打拼来工作，我将来有真大的收成。因为伊心中有这个目标，所以伊仰望这个目标，伊就当喜乐去坚持落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患难的中间咱看见一个目标，就是永远的目标，会带予咱真大的喜乐甲愿望。因为咱明白，伫这个患难经过了，咱会得到上帝要予咱的奖赏。圣经中间咱安尼讲，讲用鞭拍伤，除去人的罪恶，拍会入人的心腹，创伤驱除邪恶，痛苦的经验洗涤肺腑。就讲生命中间无好的经验，会当帮助咱伫这个患难中间更较成长，更较坚强。保罗伫这段经文中间最后安尼讲，伊讲恁安尼做的话，伫基督过来的日子，我就会当夸口，因为这会当证明我一切的条码毋是空空。检查我必须要用家己的话做垫济，灌压伫恁用信心献予上帝的祭品顶面，我嘛喜乐，而且爱甲恁大家分享我的喜乐，而且恁爱喜乐，也互我分享恁的喜乐。咱来理解保罗咧写腓立比书伊甲约瑟相共，向关伫监狱中间。伊未来要安怎，伊无清楚。伊可能会向继续关伫监狱，嘛有可能向判死刑，来失去性命，嘛有可能被讨绑。未来伫头前伊无清楚，但是伊心中永远有一个目标，因为伊伫即个监狱内底受苦，会当互教会的所有兄弟姊妹领受极大的激励甲祝福。所以，伊愿意用这款的受苦来荣耀上帝，因为保罗看见到上帝要予伊永远的目标，就是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永远的活命、永远的目标会赏赐予伊，这就是伊心中会充满喜乐的一种原因。我相信约瑟被关伫监牢中间，伊心中嘛怀抱着迄个愿望。伊只要坚持真理，上帝会祝福伊，会提升伊。亲爱兄弟姊妹，当咱面临困苦的时阵，咱也会记起上帝予咱的应允。伊对咱讲，透过保罗的话讲，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要成做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会见的，
咱是顾念所看袂到的，因为所看会到的是暂时的，所看袂到的是永远。愿上帝祝福予每一个伫伊面前敬虔的人。检查你伫困苦中间，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个困苦，互你的生命变成做更较无共。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落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安排无同款的境遇，互阮去面对。伫顺境的中间，阮要学着你，因为你是保守看顾阮的上帝。但是伫逆境中间，主啊，阮也明白，你要透过这个逆境的磨练，互阮的生命更较顺畅，更较合你的心意。所以，阮恳求主，你透过今仔日阮所听到这5项秘诀，帮助阮伫人生的困境中间，看见上帝要赏赐阮的恩典。你要对阮讲，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主啊，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特别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阮现主时拄着困境的这所有兄弟姊妹。主，你亲自拭去因所有的目屎，互因看清楚你的引带甲保守。常常伫因的心中引带因、保守因，互因透过这个患难困苦，磨练因的信心甲耐心，用因生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生命。求主使用阮每一人，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